中的林雅区有一间小店头，拢已经深夜12点半，竟然还阁咧卖粉圆奶茶，而且头家是一位已经有岁的阿公。网友讲，看到这个头家翘久的身影，感觉真唔甘。半暝12点，想要食粉圆奶茶，来到高雄林雅区这间店，竟然还阁有开。就看有岁头家吸粉圆，搁加牛奶甲红茶，全部拢一个人作业。画面寄出，网友就老话讲，看到头家翘久是真唔甘，希望伊身体健康。我是很注重这个工作，因为你备料你没有备好，第二天的那个食材不完整就不好。我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。而且全年无休。饮料店已经开34档，吴老板为干部局退休了后，就伫咧遮开饮料店。因为厝内人有其他代志要无用，加上伊正讲究食材准备，所以营业时间拢较长。那忝啊，就找冷房暂时休困。那有人来店内购有食材，就会做互人客。有时阵甚至无用到半暝2、3点。佛心的老板，他一大早就在做，回来。生意就好，离邻方便啦。那进前伫咧店内穿白恤子，生草白书是古装出的男主角张凌旭咧吸饮料的画面，同款嘛引发着讨论。头家讲这是伊的弟仔，不过可惜已经结婚啊。他从国中到大学，他就在这边打工。结婚了啦，都有小孩。另外，伫咧前店一间饮料店，营业的时间同款真长，为早起7点半到暗时10点。10点11点。还是买得到，让他们下班有饮料可以喝。这个反应还不错啊，会提过去，还有饮料店，那就是直接就买饮料。为了服务社区的居民，互因随时拢饮料通啉。为拄开业，营业的时间就超过16点钟。在地店头，若是卖饮料，嘛上灯人情味的延续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